博彩合約已經生效咗接近3年啦，而衛星場3年嘅過渡期亦都即將屆滿啦。其實數以千計嘅員工咧都擔心緊佢嘅飯碗情況嘅，因為政府亦都多次公開場所上都積極同博企去聯繫啊，都想了解其實而家目前嗰個嘅情況會係點樣呢？咁政府就話咧你哋會有機制會協助佢哋，但係實際上喺呢度我想同司長講嘅就係咩呢？啲員工唔係話等佢哋失業咗之後咧，幫佢哋提供培訓，幫佢哋做職業配對呢啲協助，佢哋希望能夠嘅就係咩呢？能夠保住佢哋份工。目前衛星場嗰個嘅去留情況係暫時未有任何信息嘅，咁所以都希望司長能夠喺呢度呢，能夠點樣能夠有真正嘅有機制保留佢哋嘅飯碗。包括之前上一屆政府都講咗，就係相關嘅博企需要對佢哋嘅員工呢能夠有一個保障嘅。到底具體上面有啲咩嘅規劃，有啲咩嘅預案咁樣想了解嘅。博企係會透過啲外判嘅方式，譬如而家好多嘅設施維護啦、餐飲啦、服務等等呢，會透過外判嘅方式。而呢啲咁嘅外判公司實際上面佢未必係聘用本地人嘅喎，咁所以從我哋嘅監測嘅機制上面嚟講，點樣去連呢啲外判嘅工作都能夠要求佢哋能夠要優先聘用本地人呢？其實係需要更加具體嘅一啲嘅政策同措施呢，先能夠可以落實得到將好工留俾澳門人做嘅。因為喺施政報告上面都提咗，就係會透過啲專項計劃啦，透過有一啲嘅培訓啦，去希望能夠可以去提升本地人嘅就業嘅環境，包括咗博企嘅中高層嘅本地化呢，其實見到都仲係維持緊80%嘅呢個指標，而呢個指標其實都維持咗一個比較長嘅時間，而實際上面嚟講已經係接近90%。點解政府唔去提升呢個嘅比例呢？咁另外就係長官都提到，係除咗中高層本地化之外呢，其實點樣能夠推動博企大企去積極去聘用本地僱員？